受難節成了。約翰福音19章17至18節、28至30節。他們把耶穌帶去了。耶穌背着十字架出來，到了一個名叫髑髏的地方，希伯來話叫各各他。他們就在那裏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，和他一同釘十字架的還有兩個人，一邊一個，耶穌在中間。這事以後，耶穌知道一切都已經成就了。為了要使經上的話應驗，就說：我渴了。在那裏有一個壇子，盛滿了酸酒，他們就拿海綿浸了酸酒，綁在牛膝草上，送到他的口裏。耶穌嘗了那酸酒，說：成了，就低下頭，斷了氣。約翰福音19章17至18節、28至30節。他們把耶穌帶去了。耶穌背着十字架出來，到了一個名叫髑髏的地方，希伯來話叫各各他。他們就在那裏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，和他一同釘十字架的還有兩個人，一邊一個，耶穌在中間。這事以後，耶穌知道一切都已經成就了。為了要使經上的話應驗，就說：我渴了。在那裏有一個壇子，盛滿了酸酒，他們就拿海綿浸了酸酒，綁在牛膝草上，送到他的口裏。耶穌嘗了那酸酒，說：成了，就低下頭，斷了氣。主耶穌，我哋俯伏喺你被釘嘅十字架之前，你為咗我哋甘願捨棄生命，喺你嘅受苦以及對天父旨意全然嘅順服中，你彰顯咗完美嘅愛同埋順服。感謝你擔當我哋嘅罪，成就咗救贖嘅工作。求你引領我哋天天背起自己嘅十字架，活出全然向你降服嘅生命。阿門。